主后2023年1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誓约的井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21章22节到34节。迄时，阿比米勒甲伊的军长回国来甲阿伯拉罕讲：你无论做甚物，上帝拢甲你祝福。你现在着记上帝对我咒詛，毋通欺负我的囝甲我的后代。我安怎好款待你，你嘛着安尼好款待我，以及你所寄居即个地。阿伯拉罕讲：好，我咒詛。以前，阿比米勒的仆人捌霸占一口水井。阿伯拉罕为着即个代志责备阿比米勒。阿比米勒讲：啥人做即个代志我毋知，你嘛毋捌甲我讲，今仔日我才知。阿伯拉罕就将牛甲羊送互阿比米勒，两个人就立约。阿伯拉罕阁将7只母的羊羔另外围伫别个所在。阿比米勒问阿伯拉罕讲：你将7只母的羊羔另外围地是甚物意思？阿伯拉罕应讲：你着接受我这7只的羊羔，证实这口井是我挖的。所以，迄个所在叫做别是巴，因为因两个人伫遐立约。因伫别是巴立约，阿比米勒就甲伊的军长回国，转去非利士地。阿伯拉罕伫别是巴栽一丛柳树，搁伫遐求叫上主应我上帝的名。阿伯拉罕伫非利士人的地寄居真久以上。誓约的井。创世纪21章22节到34节的记述主轴，搁一遍转来到阿伯拉罕甲阿比米勒。若跳开21章1节到21节，对阿伯拉罕家庭内部的记述，倒转去读20章1节到18节，阿伯拉罕徛起伫基拉尼的时，甲阿比米勒之间发生的故事。咱通看到阿伯拉罕顺着阿比米勒的话，定居伫别是巴。经文特别记载阿比米勒来到阿伯拉罕徛起的所在，要求阿伯拉罕咒詛，保证会好款待伊的后代。这要求可能是因为阿伯拉罕日渐强盛，互阿比米勒产生危机感。对这个要求，阿伯拉罕真紧同意，愿意咒詛。伫这以后，阿伯拉罕也向阿比米勒提出抗议，因为伊的下骹手人霸占伊的一口井。阿伯拉罕的牲口日渐增加，维持水源真正重要，所以阿比米勒的仆人霸占水井就毋是小看代志。阿伯拉罕为了解决水井纠纷，送一寡牛羊互阿比米勒，甲伊定约束。阿伯拉罕阁送7只羊母仔互阿比米勒，证明这口井是伊挖的。安尼做的用意，拢是阿伯拉罕为了确保家己的主权做。阿伯拉罕进前送牛羊，可能是关系使用权的条约。后来送7只羊母仔，是要证明这口井是伊挖的。除了使用权，也有所有权。伫这双重保证下，确保水权。
阿比拉罕为即口井号名做别是巴，这也真做迄所在的地名。趣味的是，这是阿比米勒的管辖地，却是阿比拉罕号名。对安尼看，这对阿比拉罕来讲是搁较重要的。借着即个地名，提醒阿比米勒和其他人，别是巴即个地方已经是属伫阿比拉罕的。但你讲的是，阿比拉罕也伫井边仔栽种一丛柳树，搁伫遐敬拜上帝。这也是一种势力范围的宣示。对安尼，阿比拉罕有属伫家己通徛起的土地。经文最后记载，阿比拉罕伫非利士人的地寄居真久，因为这是上主赐福的地。伫阿比拉罕得到囝儿以后，也有属伫家己的土地，暂别游牧的生活。阿比拉罕借着甲阿比米勒的立约，来彰显上帝的祝福，毋仅免除双方的纷争，也见证上帝甲伊同在。阿比米勒来见阿比拉罕的时，对伊讲：你无论做甚物，上帝拢甲你祝福。阿比米勒搁借着伫阿比拉罕所信的上帝面前咒诅，互上帝成做誓约的见证者。伊相信安尼，阿比拉罕就袂违背誓约。对这，咱通猜测，阿比米勒也认同阿比拉罕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神。理想，亲像阿比米勒看出阿比拉罕所做每一件代志，拢有上帝的同在。我是毋是也会当互身边还未信主的亲友，看出我受所信的上帝保守？因为安尼欣赏甲认同即个信仰，亲像阿比米勒看出阿比拉罕所做每一件代志，拢有上帝的同在。我是毋是也会当互身边还未信主的亲友，看出我所信的上帝保守我？因为安尼羡慕搁认同即个信仰。祈祷，赐福的主，感谢你永远无放弃我。我相信你甲我立约，就的确会成就。我愿意遵守甲你所立的约，努力实践信仰，互人也因为我来看见你是信实可靠的神。奉主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